大家好，今日想同大家講下呢度異空逃出暗界系列拍到第6集呢，我入場之前呢已經冇乜大寄望噶啦。除咗第1、2集之外呢，其餘3、4、5集呢幾乎都係過目即忘嘅作品。不過諗翻轉頭啊，當年溫子仁呢用一個唔高嘅成本砌咗成個 The Further 呢個世界觀出嚟，咁真係幾有創意嘅。加上呢個系列呢有一套幾獨特嘅恐怖語言，嗰種黑暗、空洞同埋好似時間停頓咗嘅 The Further， 溝埋一大堆簡單粗暴嘅 jump scare， 咁都令到呢個系列長做長有嘅。尤其係大家都應該記得第1集嗰個紅面惡魔突然間喺 Patrick Wilson 後面出現，仲記得當年第一次睇嗰陣呢，真係學24尾 Brian 話齋，着2條褲都搞唔掂啊！咁但係呢個系列咧都玩咗10幾年啦，去到上2集 The Last Key 同埋 The Red Door 咧，我諗唔少人咧都覺得已經有啲攰噶啦，所以今次第6集仲有冇新嘢可以玩呢？開始正式影評之前呢，打一個招呼先，我係 Rona， 歡迎嚟到我嘅頻道。我哋主要嘅內容咧都係影評同埋劇評，有時都會講下電影相關嘅討論節目，有時我自己講，有時幾個人一齊講。咁如果呢類內容啱你聽嘅話咧，歡迎你訂閱我，同埋撳埋個鐘仔。最好就係介紹埋俾你身邊中意電影嘅朋友啦。今集換咗新主角 Gemma， 由 Amelia Eve 飾演。Gemma 係一個單親媽咪，佢帶住個女咧翻到自己細個住嘅地方之後咧，就慢慢發現自己有一種能力可以入去 The Further， 唔淨止咁啊，佢仲可以將入邊嘅嘢帶翻出嚟。呢一個設定咧，對於一個已經拍咗6集嘅系列嚟講咧，我覺得都係一個幾合理嘅方向嚟嘅。至少唔係又揾多一個人瞓喺張床度，然後由 Elise 叫你唔好行太遠，跟住大家又攞住盞燈去揾人。而今集呢個大反派惡鬼 Cyrus 咧，就想利用 Gemma 呢種能力，將 The Further 入邊嘅存在帶到嚟現實。所以去到後面呢套戲其實開始有少少變咗黑暗版嘅 Avengers。以前幾集嘅一啲代表性嘅鬼怪咧，都會重新出現，有 Lipstick Face Demon、Keyface、Bride in Black， 佢差在未 crossover 同埋 Conjuring 嗰個時空，召喚埋 Annabelle 同埋鬼修女過檔嘅啫。講下演員先，由 Amelia Eve 飾演嘅女主角咧，我覺得係做得好好嘅。佢唔單止純粹做一個係咁尖叫嘅恐怖片女主角，作為一個媽媽咧，佢都係做到呢個角色嘅情感重量嘅。男主角 Brendan Pereira 咧都做得幾討好，但係最搶鏡嘅咧依然係 Lin Shaye 飾演嘅 Elise。呢個系列咧拍咗咁多年啦，其實佢呢個角色咧都已經默認咗係主角嚟噶啦。雖然佢喺第1集啊已經死咗，但係死咗咧都完全阻止唔到佢翻工喎。6集啊大佬，有邊個睇完第1集之後會估到一個死咗嘅角色竟然仲會喺之後嘅5集都繼續有份做？雖然佢今集嘅 screen time 就唔算多，不過套戲咧都幾刻意咁突出佢嘅角色嘅重要性。你係會明顯感覺到導演咧知道觀眾對呢個角色好有感情，所以每次佢出場嘅時候咧，成套戲就好似特登讓一讓個位俾佢咁。有啲場口咧就會突然間 hold 住嗰個 moment， 等 Elise 講一句 one liner。我明白呢位婆婆咧絕對係呢個系列嘅代表人物啦，但係有唔少位咧都係做得有少少突兀嘅。講翻套戲啦，電影前半嘅表現咧都係做得相對出色嘅，人物關係建構得好好，單親媽媽嘅背景故事同埋佢同阿女之間嘅 chemistry 咧都係好有效咁令到觀眾產生共情感。不過套戲咧絕對冇同你遊花園啊，好快就揼朋友俾啲恐怖情節你睇啦。有好幾幕咧都係做得好好嘅，最深刻咧就係嗰個 Pillow Fort 嗰一場戲，即係用被同枕頭整出嚟嗰個小隧道嗰幕啊。呢一 part 咧真係拍得好好啊，拍到好令人窒息嘅 claustrophobic 嘅感覺，睇到我非常之緊張。仲有就係洗牙嗰幕啦，可能我對呢方面好敏感啊，嗰種聲啊好似直接刺入你頭顱嘅嗰種麻痹感。有幾個鏡頭咧仲要係由口入邊影翻出嚟嘅，對我嚟講咧真係有少少 PTSD 嘅感覺。不過可能套戲始終唔係3級，咁都算叫做點到即止嘅。講完呢幾場我幾中意嘅位就要講下套戲最大嘅問題啦。好似我頭先咁講啦，前半嘅表現咧都相當出色嘅，咁即係話問題喺後半啦。前半所有嘅表現都 OK 嘅，人物 set up 做得唔錯，恐怖場面咧亦都嚟得好快，基本上係冇乜冷場。但係問題咧就係嚟得太快啦。正常呢類驚慄片故事嘅節奏咧就係一層一層咁樣 build up 個 tension， 然後 third act 就一次過爆。但係今集唔係啦，佢好快將啲恐怖元素咧逐樣咁抌出嚟。頭幾場咧你都會覺得幾刺激嘅 ，jump scare 有幾下咧都真係好有效。但去到中段左右咧就已經有種到頂嘅感覺。結果套戲明明仲有一大段，但恐怖感咧已經冇乜空間再向上升啦。所以去到後半咧，佢唯一可以做嘅咧就係將件事越搞越大，用危機感蓋過恐怖感，更加多嘅惡鬼 The Further 舊角色，再加埋 Cyrus 成個計劃咧。頭先講過嘅黑暗版 Avengers 咧就係咁嘅意思啦。另一個問題咧就係成套戲嘅堆砌感都幾重嘅，你好明顯會感覺到套戲有好多 idea， 但係呢啲 idea 咧未必真係好自然咁喺個故事度衍生出嚟。視覺上嘅衝擊咧肯定係有嘅，但係對成個故事有咩大作用咧又好似冇乜。有啲位咧就純粹係因為 Gemma 呢個角色本身同牙科有關係，所以套戲就覺得既然係咁，不如玩盡佢啦。所以去到後面咧，我反而覺得套戲就不斷咁用一啲新嘅刺激去維持你嘅注意力，而忽略咗故事本身嘅吸引力。呢個咧亦都係我點解話今集其實唔差，但係個 flow 咧就唔太順，尤其係由中段推到大高潮嗰下，我覺得真係快咗少少咯。你仲未完全沉澱好前面嘅人物關係，但係套戲已經同你講，喂，要打大佬啦。而當成件事去到大高潮嗰陣咧，我反而會懷念套戲頭嗰半嘅一啲幾有創意嘅驚嚇
場口。不過諗翻轉頭，其實呢種 style 咧都算係呢個系列嘅特色嚟嘅。一開始恐怖感咧由生活細節入邊慢慢滲出嚟，到後面咧就慢慢轉向黑暗帶點奇幻嘅風格。只不過之前嘅作品嘅故事發展嘅節奏咧比較有層次，而今次呢一集咧真係去得有啲快嘅。對於我嚟講咧有一種食滯咗嘅感覺。所以如果問到今集算唔算係系列回魂呢？我會話一半啦。至少同之前嗰兩集比咧，我覺得係睇得過癮嘅。新設定有發展嘅空間。Amelia Eve 撐得起套戲。Lindsay 就算戲份唔多，依然係成個系列最有份量嘅存在。而且導演的確係諗到幾場我覺得幾深刻嘅驚嚇場口，所以我唔會覺得佢係一道失敗嘅續作。相反，如果你本身係呢個系列嘅粉絲咧，今集係值得入場嘅。但係如果你完全冇追開呢個系列，單純揾一套好有新鮮感、好有自己諗法嘅驚悚片，咁呢套戲咧就應該唔啱你噶啦。因為佢最成功嘅地方，同時亦係佢最大嘅包袱，就係佢始終係一道好疑兇嘅疑兇。所有關於呢個系列嘅元素咧，佢都一次過俾晒你。咁至於閣下會覺得好滿足，定係好似我咁消化不良呢？就睇你自己啦。總括嚟講咧，我會俾呢套戲3.5分嘅。前半好睇過後半，細場面比大場面精彩，有幾場幾有創意嘅恐怖設計場口，娛樂性足夠。可惜中後節奏推得太急，個 tension 太早到頂啦。後半有太多元素，令到成套戲都有少少亂。整體咧欠缺一種由頭累積到落尾嘅恐怖感。話佢夠力令到成個疑兇系列回魂呢？咁就肯定唔係噶啦。不過佢都算叫做將呢個系列咧擺翻一個幾好嘅位置。你哋又睇咗未呢？睇咗嘅話，不妨留言話俾我知你嘅感受啦。下集見，拜拜。